讲到这立法议会明仔载要来处理着宪诉法复议案，国民党团无要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到立法院说明。杜英泰就表示讲，这行政院因为修法无法度执行，才来提出复议的，连说明的机会拢无，绝对唔是用遗憾会当形容的。伊也亲身来说明这复议的三大理由。 立法议会车站会处理宪法诉讼法复议案，国民党团拒绝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去立法院说明。针对这点，杜英泰讲，这绝对唔是遗憾会当形容的，嘛亲身说明复议三大理由，强调行政院爱捍卫宪政体制，维护司法院大法官宪法法庭正常运作，也有捍卫宪政救济基本权利。这也绝非部分立法委员所说，行政院越俎代庖，常被管辖。如果仍然坚持 照新修过的恶法，那就是站在毁宪、摧毁宪法法庭、剥夺人民宪政权利、造成错误历史的那一方。杜英泰呼吁朝野立委支持复议，让宪政会当恢复正常运作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初到下晡，搁一届主持朝野协商，讨论宪法诉讼法修法的事项。朝野持续交锋，国民党认为讲第一要紧是审查中央政府的总预算。 你再拖，我们总预算真的审不完。我想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，院长也已经记者会讲那么清楚了。行政院不要越俎代庖哈，不要把司法院变成司法科、司法局，这行政院扩权，那比立法院扩权还厉害。复议案若无通过，未来行政院监视会申请释宪。政务委员林明欣指出，就算复议去互否决，法案嘛袂随生效，也要经过总统公布，院长复述。 照宪法有10天，加上总统公布嘛，要3天了后生效，也是有时间处理，嘛会考虑提预防性权利救济。复议是宪法上所给予的政治手段，申请释宪是宪法上所给予的法律手段。政治的手段如果全部穷尽了，那也有只有法律的手段。好，那这个法律的手段是不是要释宪？ 那是怎么样的释宪法？谁来提呢？这个呢，都还有可以考虑的空间。我们要怎么做？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讲嘛，不必来刺探我。那罗总统敢会启动协调？总统府回应讲，目前并无讨论。总统会在合法合宪的前提之下，尽所有可能救济的手段，全力运用来守护民主自由宪政体制，保护民众的权益，确保民主稳定运作，国家持续稳定发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